我忘不了罗强。啊！嫁给我。虽然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一定不会让你受苦。戒指呢？小罗，那你的愿望呢？我要再创业，我要创造一个有影响力的事业。阿强，还支持你啊？有没有支持你？哎，林芬，那你的愿望呢？我希望可以一辈子都和小罗在一起。做外界唔地放养，从多个听人讲讲，就去到上座猫王，个落去未变难养，上个无去关机上，成功嘅梦，为这样开始投降。前跳人昂昂，前所在来去跳空，是当初跳人昂昂，我主心难多人用，个落去人平昂昂，想当人生成功的。小罗，我们在这边走了5、6趟嘞，到底在想什么？我啊，只是在看这条街。我想，如果再开店的话，我会开在这里。开在这里？是很不错啊，人潮蛮多的。哎，你要开什么店啊？你要开2手车行啊？当然不是啊。你不觉得这一区很有文化吗？跟东区、跟西门町都很不一样啊！我想再开吃的店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继续开，不啰嗦泡沫红茶店。我有想过，可是泡沫红茶现在已经走下坡了，应该不会太好。台湾的天气这么热，我想卖水果冰。水果冰？哎，阿潘那边的水果够好吃了吧？可是水果冰更多人买哦。我要卖的是水果冰哦，不是4果冰，是新鲜的水果，不是蜜饯呢。听起来还不错。好，那就开吧。就这样，你都没意见？对啊，我信任你嘛。不管你呢要选择做什么样的生意，我相信你都会做出一番与众不同的店，生意抢香棍。你这种盲目的信心让我很有压力。有压力你才会努力嘛，吼。好了好了，过去再看看好了。好啊。贷款到金額嘅貸款人㗎嘛？阿強，你確定要用貸款嘅去改變點？萬一以後生意唔好，要還貸款有問題，要用個啥？你話你怎麼喺度10萬啦？係自家嘅事業咯，係自家成啦。係啊，我會盡量多貸款俾你，不過冇可能可以達到你愛嘅金額，還要想其他方法咧。希望你可能有資金開店，冇錢去下去嘅。係咪一直想有問題？不過，
你查手机俾幾筆錢咯，應該係拿唔準嘅，係咩錢算咯？可能要想其他方法啦。前一波，我同事結婚呢，本來兩手去香港旅行，結果而點啊？佢啲禮金啊，1000多誒，結果就去馬爾地夫了，而我開店，而老年份又安天下來咧，然後啊，夾掉結婚，賺開店嘅錢好啦。明芬啊，從高中到現在，我們也在一起10幾年了哦。12年了。12年。這12年來，除了當兵跟去年，我們幾乎天天都在一起。我已經沒有辦法想象身邊沒有你的日子了。怎麼啦？突然說這些？你眼睛閉起來。幹嘛啦？你眼睛閉起來嘛。眼睛張開。哇！這個是我許了願的千紙鶴。我把我生命中最渴望的2個夢想都放在裡面了。你願意跟我一起完成夢想嗎？柯林芬小姐，請你嫁給我。不管你的夢想是什麼，我都願意跟你一起完成。從你們身上我學到幸福，從你們身上我學到快樂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個角落，有人默默什麼時候折那麼多紙鶴的啊？這個是這麼解你求婚，我就愛執紙鶴嘅。哎呦，一年我有1000張紙鶴嘛，你都冇聽說哦，這都那樣事啦。左強先生，唔知執紙鶴愛自家執，生有誠意嘛？哎呦，富唔柒啦，大家共下來實現夢想嘛，係咩？安尼唔嘛做啲獻煙啊，唔嘛做啲獻煙啊，唔嘛做啲獻煙啊，按到咋？大家共下來嘛，哎呦，唔記得按到做乜解咯？哎呀，老貴啊，都假執到嘅啊，一片雜貨，一片獻煙，無聽說提講嘅啦，都即對到5朋友了。好，也係一舉兩得。唔該，係啊。哦，原來是有狐群狗黨的幫忙哦。哎呦，你怎麼這樣講啊？美女啊，美女是你的手帕膠哎。你剛剛說啊，你許了2個願望，第一個我幫你實現了，第二個是什麼？我想開創一個成功的事業。我就知道是事業。當然啊，難道還許一個可以娶3妻4妾的願望嗎？你敢吶？小心我休了你啊！我當然不敢嘛。不過第2個願望就要靠你幫忙了。什麼啊？我想在開店之前結婚，這樣就可以把婚禮的禮金拿來當做開店的資金，壓力就可以輕一點。不過你千萬不要認為我是因為開店這個目的才想要跟你結婚的，絕對不是這樣的。你知道我對你是真的，絕對是真的。你林芬，好，就讓我們用結婚來賺錢。我還
可以告诉你怎么样挣大钱哦。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。冲动一些，心动一波。怎么都没有店面要招租啊？啊，我想到了，我们用问的，看哪一家店的生意很差，我们就进去问他们要不要顶。好，你去问，我帮你叫救护车，随时 stand by。哎呦，我是很认真在想办法。哎，我也是很认真的要保护你啊。这个是没有在做生意哦。上次来好像还有开别家店啊。奇怪哦。老板，请问一下，对面那个店面是不是要出租啊？应该是吧，才刚关没几天呢。哦，哎，那你认不认识那个房东？房东哦。哎，陈老板，你认识对面那个房东吗？不知道也不认识哎。他也不认识呢。就住在对面，怎么会不认识啊？就跟你说，没有人认识他啊。没关系，店在就一定找得到人。走，我们过去。谢谢啊。啊，要怎么找一个没人认识又没人知道是谁的房东啊？好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他。这是他的店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来。好，就在这边等他吧。我就不信他不来。哎，笔记本给我。你要干嘛？反正都要在这里等他了，就顺便计算一下来往的客群，看看一天下来会有多少来客量。谢谢。哇，这个我最爱吃了，香。这么晚了，房东应该是不会来了。我们明天再来吧。好吧。走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呐留个字条下来好了。如果房东他半夜回来，就会知道有人在等他。好办法。走吧。走。笑什么？哦，这都識開誒。當啦，沒好說咧，水地。我請來哦。哎呀，水快食啦水下。沒錯。好，好吃哈。好嘞，有这了。哎呦，上來啊！哎呦。要一起吧。哎呀，哦，我用調理機做出來糍粑呀。我當我說咯，跟銀行哦，收到以後講我特特買調理機做啊，太奇怪。你唔爽還沒做嘅啦。唔會哦，你差唔多做愛做嘅啊，係糯米飯吼，飯豆腐攏會夾嘅啊吼，啊你嘅機器吼都負責搞搞甜甜，差唔多啦。搞哦，搞真嘅功夫，啲啊唔掂，我。我趕緊看看呢。有水準哦。有好吃哎。阿爸，你等下食糍粑哦，要幾張咯？差不多20分鐘樣係。唔啲，如果你仲默嘅哦。阿梅啊，你煮較多誒糯米飯啊，來回買糍粑。啊？來哦，來買麻糬哦，好吃的麻糬，糍粑，糍粑，來買麻糬哦，客家人做的糍粑。
我1份。OK， 好。1份起拔10块钱。好。来，谢谢。看起来好好吃啊！来哦，来买起拔哦，好吃的起拔。小罗，哎，很热哈。我在基隆啊买了泡泡冰给你，谢谢。先休息一下吧。好啊。来。来，哦。好好吃哦。不过太甜了，而且里面还有没打散的冰。我也觉得哎，可是口味还蛮特别的啦。不知道这样的冰加上水果好不好吃？今天晚上回家试看看，把冰打稀一点，再加上水果。打细一点啊。那不就变成了水果冰淇淋吗？应该不会变成冰淇淋吧？啊？冰淇淋还要加牛奶，而且要特别的机器，应该叫做水果泡泡冰。水果泡泡冰，听起来蛮好吃的。阿妹啊，有物嘅同事哦，做得老实承诺都欠忧欠忧啊。阿妹哦，讲我先啦，你做点没？好。今个吼，迄个客家绿茶用的粉啊，系亲手咧做绿茶。不过吼，我用一个粉的无法就也系不够，做点冇。拥有你可以顺便。后天中人的泪有不错，怎到终点？朋友，你的心会人生路上太安闲。昨天晚上彻夜失眠，但我愿与你紧紧相随。偶遇是雨打动万遍的伤意，就像脉搏激荡水泥。于是在斗拱，握紧拳头向前冲。小小冲，就算怕也要冲。为了梦想努力而奋斗，直到命运只剩下我低头。世界继续转动，有挫折我不痛。小小冲，就算怕也要冲。为了梦想努力而奋斗，直到命运只剩下我低头。世界继续转动，有挫折我不痛。看起来越嚼越好吃哎。吃看哪啊？好完美的泡泡冰哦，芒果味道都打进去了，而且好绵软啊！阿妹，你吃到嘞？请好势啦。不过吼，我可能做个暗麻烦，你就呼吁才做不银行先咯。我想讲啦，迄讲吼，银行介意哦，唔使忙，都去做啦。干嘛做点天数啊？结婚的事情，我和妈咪说过了。你有没有老实告诉他，我们需要多发一些帖子？你很担心啊？有一点，因为我觉得怪怪的，
妈咪说包在他身上，这么多年了，他包出去的红包也不知道多少了，趁这次当做收尾会。啊？你呀，就好好计划这次的开店的事情。结婚的事交给我。民国86年的夏天，那个天意间店就会开始了。虽然还无等到屋主，店面还蛮开始装潢，不过咪动清楚，咪想做乜嘅。这样时，头脑都全无赚钱嘅想法，咪倾向做一间东西好食、排场又强嘅店。看起来不错。来10块钱，是谢谢。姐姐，我要马吉。这给你。谢谢谢谢。来，来，说。好，10块钱哦。姐姐，我要马吉。谢谢你，10块钱。多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医生，来10块钱，谢谢。谢谢你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来10块钱，谢谢。谢谢。他刚赢了。可以啊，然后你没看见啊？你會嘅啊？谢谢啊。没有你的啊？沒有呢嘅啊？誒，我喺選做嘅呢，當拳呢，信哦，係班集同樣啦。就是咯，生意不咋咩，还是有听人讲啦哈，讲等于这啲买糍粑店啊，重量啥？唔超喺逢黨啊？罗先生，誒，我冇睇過啊。你係小羅小做嘅啊？小罗，啊，安尼啦，咁你就直接讲哈。我哋间店嘛，你想要票啊，冇可能啦。还用满呢？你是因为租给别人了吗？望来以前啊，只有5、6、3年哦，来两份过了，个条件伊马上全部讲好势，因为啊，这店啊，会卖好点点，吼。我冇睇過啊。阿你哦，你今天一票本萬人啊？嗯？我喺滿哦，你一間店面哦，係一票本萬人，係做乜嘅生意嘅啦？做乜生意拢有乜相干啦？哎呦，你唔好想講吼，我都該買麻糍天天呢，我咪要打探過啊！你一間店面吼，一年冇人行生意啊，一年冇人執條價，你嘅店面安尼好呢，讓我做咩來啦？怕我哋阿木廠風水唔拉好。哎呀，講笑話啊！大佬唔講啊，因為安尼啊，我哋吼，對亞位吼，唔係單槍買糍粑天天呢，我哋咩看亞位嘅生態呢？你亞吼，得條巷嘅，都做生意啊，也係亞位嘅特色啦。你亞吼，要喺巷嘅係係大家目做嘅目標呢。你亞間店面嘅位嘅吼，嘟好啊。順康喺講人，唔講嘛，喺去講人嘅人吼，也係行街嘅人吼，都會見過啊。係老人講啊，你一間店面吼，一定要做實嘅，一年四季吼，三位都有生意啊。因為標本嘅便利商店要做對啦，哦，然後按叫做流行咩，係冇？咩做得啦？唔過人家便利商店係有品牌嘅呢。人家哦，唔是發暗賭錢騙你呀位啊！嘅你想我開乜店？便店。便店，看天使，唔係冇咩意思啦，便店。房東睇過，捱樓唔講啦。台灣嘅飯店哦，就冷嘅見嘅天天嘛。之外哦。天氣唔係太冷啊，
学生啊，然后后生都会失病啦。你放心，老人嘅店面漂亮啊，我一定哦，老人保证啊，老人嘅店面哦，变做亚肥嘅地皮啊。对啊。哦，你拄迄日点头，给喊伊摆现系咪？小罗希望店里面看起来很开朗的感觉。开朗。开朗。我想改变台湾人哦对便当嘅印象啦，行入来哦就吃到呛哩呛哩。阿姨爱按妈嘅名啊？按到便店。便店。系啊，因为哦单枪买便啦，故说按到便店嘛，简单哦又好记。便店。哎呀，这名听落去不差呢。一听没成功。陪着我一起走，谢谢。冲动你心中一全台湾首创冰点婚礼正式开始，请大家用力鼓掌。我们祝新郎罗强还有新娘柯林芬，祝他们百年好合，永远幸福。好，这对夫妻呀，为了省钱啊，决定把婚礼跟开幕放在同一天，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终点。所以我们一起有请新郎罗强跟大家说几句话。各位朋友，还有长辈，以及所有街坊邻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强。今天我跟我太太打算用结婚的方式向大家宣告，我们要在这里落地生根，并且在这个社区努力打拼。今天一并新开幕的冰点，也希望未来大家多多支持与照顾。谢谢。罗强是我高中的同学，这两个人的爱情长跑，精彩的可以拍连续剧呢。虽然我没有征婚的权利，但是今天我要在所有人的面前公开的问你，你是否诚心诚意的娶柯林芬为妻？我是。你柯林芬是不是？我愿意。根据我认识这两个人长达12年，还有开宾馆所有的过程，我公开宣布，冰巅开幕。我的好朋友罗强还有柯林芬牵手永远不分开。冰点独家研发芒果泡泡冰，祝大家天天好日，年年好年。大家想不想听新郎唱歌啊？来，等下记得进餐厅宴客的时候要吃多点，红包包多点，我就负责拉新郎唱歌给大家听，好不好？恭喜！世界继续转动，有挫折我不痛。哎，有啦。哦，你等下遐后面的太路样嘞，唔伫好天数啊，错要连吵。那老邓的了哈，你是看看你的董事长在输呀有的没呀？啊，太痛啦！
我讲啦，啊，干着东西填我当叔叔啊，做怎么今日一定要输啦？啊，咱今日无限滚也唔会跳，你落落喵落落喵，菜哥啦。讲起来无？讲什么？好吧，这留了天数算钱了，压着哦，劳动水水嘛。算钱的亲家，慢慢整理啊。哎呦，按多啊！哎，钱较多还没减算，阿妈就惊啊！嘿呀，这是种种哎，哇，怪不得可以说到这么多，光是敬酒就敬到我脖子酸了。安尼啊，我同讲，也做客家人那个热情好客，对无？又加上啊罗当那个人面啊，哈，所以讲真按多人的捧场。对呀。好个啦，唔好讲按到废话诶，大家酸酸叔叔的耶，吼，结婚的体验啦，可以啦，见用实大家水木的。哎呦，水木啊，哎呦。哎呀，包又按太薄呢，按多钱啊？哦，其實吼，你年份叫媽咪嘅朋友包嘅啦。你雖然係無禮貌啊，講嘛嘅留言啊媽咪嘅朋友，我背扣誒。哦，錯哦，係真係唔記得現啊。冇想講啦，你媽咪冇談到啊。啊，唔過吼，講佢嘛真快死哦。啊，人都冇派人過來是喜酒，啊，佢送很多錢過來，唔得，真快死啊！喂，我那時我準備那個回禮送過去啊，啊，唔過我送乜嘅較好呢？阿妹冇想講啦，家條我媽咪餵大蒜啊。哦，哎呀，哦，你嘛真快死哦！哦，啊，叔哎，8個萬了啊！8兩萬啊！哎，你口袋那所有開銷，安尼還存一度呢？唔錯。安尼哦，內頭哦，做得吼還得一部分嘅貸款，還做得吼留一條保錢吼，得數方呢。哎，你做啲嘅結婚按好彩呢吧？跟人家都多結失敗拜拜了，對冇？啊，你以後咱唔是可以點做有事了啊？用嘅男神講嘛嘅啊！哎呀，先叫我結婚嘅鐵嘅暗部，講要條路嘅冇嘅。哎，咁冇呢，冇嘢，繼續嘿，哦，多講條生意呢，以後哦，多辦條萬一條係唔得。哎，衝啊！哦，生意咁高度啊，高農嘅。是啦，你继续睡啊。你要出門啦？今天要去市場進貨啊。哎呀！怎麼了？不是啦，我今天本來要準備美味可口的早餐，想說我們兩個人可以在晨曦裡享受我們婚後的第一個早晨。啊，現在全部泡湯，我不要啦。你呀，下次應該準備，例如第一頓晚餐或第一頓宵夜，這樣啊，你才不會失望。可惡！你嚇我？你是不是嚇我？好啦，我要出門了，哈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沒關係，再睡一下，睡飽飽再起床。啊，我已經睡飽了啦。從今天開始，我就要跟你夫唱婦隨，這輩子休想甩掉。等我一下。從你們身上我學到幸福，從你們身上我學到快樂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個角落，
有人默默为我加油，关心着我。从开始到现在，我还是要说，你们的支持一直我都懂。只希望这首歌能唱到你们的心中，拥有你们是我一生最大的收获。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走，谢谢你们为我做的所有。来，不好意思，请慢用哦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稍等啊。那双手，谢谢你们为我打气加油，谢谢你们为我想的担忧，在未来的日子会有见面的时候，到时候别忘了跟我 say hello。欢迎光临，来吃冰啦！从开始到现在，我还是要说，你们的支持一直我都懂。只希望这首歌能唱到你们的心中，拥有你们是我一生最大的收获。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走，谢谢你们为我做的所有，你们是我最棒的新朋友，支持我走下去的那双手。谢谢你们为我打气加油，谢谢你们为我想的担忧，在未来的日子会有见面的时候，到时候别忘了跟我 say hello。挥手，挥挥手，谢谢你们带着我一起走，谢谢你们为我做的所有，你们是我最棒的新朋友，支持我走下去的那双手。谢谢你们为我打气加油，谢谢你们为我想的担忧，在未来的日子会有见面的时候，到时候别忘了跟我 say hello。挥挥手。走了，你们回去睡觉了。不要啊，我要陪你。你先回去了，快月底了，我还有账要做。我帮你做嘛。你的手怎么脱皮成这个样子啊？你有没有擦药？一丁点脱皮没关系啦。你这手本来是一双大小姐的手，白白嫩嫩的，跟着我变成这个样子。本来没有用的手，看现在变成有用的手，一点脱皮算得了什么啊？我看还是请个人来帮忙好了。不要啦，请人不便宜耶，而且我们店才刚开始，生意也还好，我应付得来啦。刚开始都是这样，店还需要一点时间，我相信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。我知道，你有看到我很担心吗？好啦，你赶快去做，早点弄完，早点回去休息啊。你答应我，先回去休息好不好？我们要长期抗战，不可以两个人都熬着。好啦，那你也要早点回来哦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晚安了。嗯。路上小心哦。
星空寂寞。阿强啊，等阵了，要水啊铁起喏，大病归大病啊，嘛是要做迄水木啊。你莫压在做哦，你要注意掉啊。就是说嘛，你昨天还答应我要早点回去的，结果是骗我的啊。迄啦，歹势啦，伊毋拄哦，出水退去。吃早餐啦。来。罗东，罗东啊，哈哈，不错不错，哑巴的罗东，你迄小罗东，很礼貌王三人组嘅小罗东，哎，20万啊！你呀，还好意思讲，我开店哦都2十年嘞，你呀张来，哦实在啊，还做了银行10年，当初毕业嘛。唉，姑叔啊，我今本日就将功抵罪。带同事来这边呢。哦，你好，好了，你原谅你，嘿嘿，菜啊，抽，向手，来，对好，来，阿强啊，对，这么介人下看起来蛮多诶。有时好多，有时好少啊。张开点嘛，就这样的。好了，你有信心就好嘞，来听你啊，干不得，加油！来过来，放心了。阿强，错啊！你上百还本银行的利钱，你也没有嫁出来用啊！世上没位啦，错啊！钱的額度啊，係冇問題啦。不過你每張一條，要準時還利錢。像200萬叫啊，安尼會影響到你嘅信用，影響到資金嘅周轉。好啦，我知啦，唔真啰嗦呢。阿爸，來，你條水果吼，帶上去食啦。哦，我媽媽，全懵啦，安尼歹勢，有時有難。唔要緊，買唔吃吼，明日就存幾多啊？阿空體叫我快吃錯麼？帶上去食唔怕啦。安用啊，唉，看起來大家都係想辦法，留便店嘅生意做起來真好。食夢哈。阿妹啊，你聽幾片？改去亞片啊？好。欢迎光临，一位吗？你们老板在不在？请问有什么事啊？老板，你自己看，我妹妹吃你们的冰，现在腹膜炎住院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刘先生啊，我想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们的食品卫生管理是非常仔细的。我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客人吃了冰回去是拉肚子或不舒服的。你现在说我诬赖你吗？不是你们的商品有问题，我跑来这里干什么？先生啊，你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说你妹妹住院是因为吃了我们的冰嘛。而且腹膜炎跟吃东西是没有关系的。哎，你真的很恶劣，东西有问题还这种态度，你想怎么样啊？是你想要怎么样吧？这么多人都没问题，就你妹妹一个人有问题，就要赖在我们头上，随便拿张单据来就要我赔钱，你不如去抢银行好了。我真的是第一次碰到你们这种店，自己有错，态度还这么强硬，我就不信告不倒你，我去消基会投诉你。我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，腿长在你身上，你要告就去告。阿强啊，唔好咁講法啦，
姚先生，莫客哈，慢慢地讲哈。我跟他没什么好讲的，这个诊断证明我放在这里，要不要赔随便你。我会天天来这里发传单，说你们冰甜的东西不会生，我看还有谁敢来吃。阿强啊，总也莫安安好啊。一白点仔生日也係較好食食的啦，唔講也要。係啲啦咩？唔過唔是少啦，係會處理啦，放心啦。好啦。朋友你可以順便，但你去書練到天，頭點鐘點點起腳步從5時航到終點。朋友你別心灰，人生如同海岸線。昨天晚上徹夜失眠，讓我願與你緊緊相隨。或許打斷萬片 A 上癮，就像脈搏激盪的血液。不是在鬥功，握緊拳頭向前衝。從你們身上我學到幸福，從你們身上我學到快樂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個角落，有人默默為我加油，關心着我。假使會日就將來踏雜做出條件，希望會日就會心態和氣期待成年嘅快樂，會日就幸福嘅童年，會日就強行嘅路，就算會一刻嘅神發覺知有一片天空，有難同當，會日也會有福同享。謝謝你們陪着我一起走，謝謝你們為我做的所有，在未來的日子會有見面的時候，到時候別忘